拓海入唔到去嘅地方，叔叔可以入。AE86再快都係上山，但係叔叔嘅 Benz 可以上船。我以為頭文字 D 係賽車片，點知係教育片。細個嗰陣都想做拓海，而家大個就想做叔叔。喺頭文字 D 嘅世界入邊，如果有台車可以代表成年世界嘅複雜魅力，咁就肯定係叔叔台 W140啦。當拓海喺加油站抹緊玻璃嗰陣時，呢台 Benz 已經用佢嘅空氣懸掛測繪緊同 AE86完全唔同嘅人生軌跡。雙層玻璃隔住咗3.0直木嘅呼吸聲，但係都係俾關門嘅而家聲暴露咗身份。拓海永遠都會記得下樹落 Benz 踏出嘅水花，仲殘眼過86嘅尾燈。觀眾都知呢部車嘅隱喻，真皮座椅嘅溫度仲難捉摸個轉子嘅引擎。ESP 畫出嘅弧線比排水渠個彎更令人心生愉快。叔叔嘅 Benz 呢幾個字成為咗青春入邊最沉重嘅漂移。如今再睇翻呢部 W140，每個桃木色版嘅倒影裏邊都滲藏住叔叔更加方向盤嘅指節，每段自動空調嘅風聲裏邊都蘊含住下樹欲言又止嘅嘆息。呢個就係 Benz S-Class 嘅殘酷浪漫，佢用立標畫開咗後視鏡入邊嘅世界，都令所有人深刻記住好冇經濟最後嘅優雅質。